咱三甲来领受上帝话，马太5章41节。有人勉强你行一里，就甲伊行2里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照安尼去行的人。这时，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，听的行动第2讲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听的行动的第2讲，题目是第2里路。咱顶礼拜来分享第1讲的时阵，咱有分享过一个观念，就是讲听的行动的对象是所有需要的人，但是对一般人来讲，要对人付出听的行动，咱通常拢会找一寡咱较介意的，看起来较可爱或者是讲看起来较可怜的，咱较容易怜悯伊的。虽然这个人可能跟咱的关系无，拢无关系，但是咱总是对因付出听比较简单。但是今仔这段经文却予咱一个足大的挑战，就是爱咱去听遐个无可爱的人，听遐个对咱无友善、无好的人。所以这对咱来讲是一个足大的挑战。咱来详细来了解，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大的恩典。你的话是活泼有气力，当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当中的时，会为阮带来极大正面的效果。所以主啊，阮只是要恭敬来领受你的话，求你帮助阮，求你帮助阮拍开属灵的目睭，有属天的智慧，会当明白你话语的奥秘，也赏赐阮信心甲听心。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，来祝福人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当咱读到马太福音书的第5章，特别是38节到48节，这段经文大概是马太福音书中间被人上济讨论的一段。这段的标题叫做论爱对德，就是爱对德这个主题。耶稣用几个譬喻来说明讲，去听对德的一寡内涵。伊总共有讲4个譬喻，咱这4个我相信咱大家拢总真清楚。第一个就是讲，假使有人拍你的正面，连你的倒面也爱互伊拍。佮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假使有人约你上法庭，爱你的内衫，连外衫也互伊。第三个就是咱拄则所读的经文，假使有人强迫你替伊背行李，行1里路，甲伊行2里吧。最后一个就是，假使有人你爱物件，这其实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讲，有人抢夺你的物件，就互伊。咱常常咧想讲，敢真正安尼？因为有人胜你的正面，有人爱你去约你去法庭，爱你的内衫，有人强迫你背行李行1里路，有人抢夺你的物件，这拢是人对咱做出无合理的行为。既然有人做对咱无友善、无合理的行为，照咱的本性，照咱的情绪、咱的性格，应该安怎报复回去嘛？有人胜咱的正面，咱应该爱甲伊输赢一个嘛。有人咱控告，爱抢夺咱的内衫，咱嘛是爱辩解。有人强迫咱做啥物无合理的代志，咱总是爱抵抗。有人抢夺咱的物件，咱爱来抢回来。耶稣伊的苦劝却毋是安尼。伊讲有人拍你的正面，你的倒面爱互伊拍。有人抢你的内衫，你连外衫有人互伊；有人强迫你行1里路，你爱甲伊做伙行第2里路。有人抢夺你的物件，你就互伊。为什么耶稣会安尼讲？为什么耶稣会爱咱用无同款的态度对待这个人？因为这款的教训对咱来讲是真困难达到，咱的血气、咱的本性，毋是安尼嘛？但是咱若详细来想，用咱的理智来想，
耶稣讲这真正有道理，因为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因为安怎？因为当有人攻击咱，用无合理的行为对抗咱，用无客气的态度对抗咱，会互咱怨愤伊。但是你要理解一点，怨愤毋是简单伤害对着你的人。有时咱怨愤一个人，伊无感觉，伊袂感觉安怎？但是怨愤是伤害啥物人？伤害咱本身嘛。所以咱来想法到道理，明明是对方做无合理的代志，做伤害咱的代志，结果咱因为怨愤的缘故，我咧受处罚。就是讲，咱无做毋对，咱家己咧受处罚。所以，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的历程中间，咱至少拢会拄到这款的情形，拄到一寡对着咱的人。耶稣基督爱伊每一个学生，爱用疼来面对这个人，因为只有透过疼的行动，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这是一个了解的一个信息，咱来详细来理解。所以牧师特别用这个咱拄则所读的4个譬如中间的第3个譬如，咱来了解这件代志，做伙来学习。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咱知影伫古代波斯帝国的时阵，有要求百姓爱服务的制度，到罗马帝国的时阵，延续这款的制度。罗马帝国中间迄个军人是因社会中间的精权的阶级。罗马帝国的人口结构中间大概有一半以上是奴隶，其他就是这殖民地的百姓。真正的罗马公民甲这军人的人数无真济。所以军人的地位真悬。但是通常你若地位悬，爱去做军人，通常拢真阿爸，而且法律上也互这个军人有相当济的特权。耶稣讲的譬如，就是其中一个特权，就是一个军人伊若派行李行入路上，伊若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奴隶或者是殖民地的百姓，伊会当法律互伊有一个权利，伊会当要求这个人替伊赔行李，但是法律上只规定讲会当赔1里路啦，会当赔1里路。因为这行李真重，所以法律上规定讲，这个人会当替这个军人爱义务上爱赔1里路。但是咱知影一般人拄到这款的代志，这个人讲我今仔是个真衰，较去拄到这个军人但是因为法律上有规定，我不得不遵守。所以如果咱若是拄到这款的情形，阮通常心中会埋怨。我今仔真衰，较去拄到这款的代志。若无，咱就怨愤这个，这个人实在伤苦，叫我替伊派行李。但是耶稣基督却爱伊的学生讲，你毋干那爱替伊赔1里路的行李，这个重担，而且爱加行另外1里，爱行入第2里路。伊用这款的譬如来教示咱一个要紧的代志，就是安那处理咱心中的埋怨、怨愤的问题。咱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分享3项代志，咱做伙来学习。咱第一项咱来明白，就是讲第1里路甲第2里路伫心态顶面是无同款的。心态顶面，第1里路是本分，是义务啊。因为第1里路就是法律规定的嘛，所以这是你的本分，这是你的义务。既然是本分是义务，就无疼的成分，这是咱人的本分。但是当咱愿意行第2里路的时阵，这就无同这变做一种疼的行动，是一种牺牲，是一种奉献。所以当这个人伊被要求爱赔1里路的时阵，伊背这个重担行1里路了，行了，其实伊要继续行第2里路的时候，伊会当对这个强迫伊派重担的军人讲：第一段路是我的本分，法律规定的，我应该爱行，所以我已经行完了。这个时阵我的权利我会当放了这个重担，一走了之，我会当放你家己继续，你家己不拍。但是
我排这重担的时候，我知影这重担足重的，所以我愿意为你加行一里路，互你搁轻松一点仔，减轻你的负担。这是我的奉献，我的牺牲。所以第二里路甲第一里路无共款的，第一里路是本分是义务，第二里路是奉献是牺牲。耶稣咧讲这个道理吼，耶稣咧讲道理，毋是讲尔讲的尔，伊拢本身拢做出来。如果咱来看约翰福音书13章，记载一个事件，这事件是有一遍耶稣甲伊的学生入去一间厝体内底要食暗顿。咱知犹太人拢是穿迄个草鞋啊，因的路甲咱今仔路无共款，拢是迄个土沙路，毋是咱今仔点仔加的路。所以人伫这土沙路顶面行一段时间了，迄骹拢会真垃圾。所以入去厝内底的时阵吼，照犹太人因的传统，就是爱有即间厝内底上介卑微的一个奴仆，伊爱替众人洗骹。这时阵耶稣甲伊学生入去到即个厝内底，准备要食暗顿的时阵，大家拢伫遐想讲，到底啥物人要出来洗骹？我虽然无排第一个，我至少嘛毋是上落尾，所以无半个人要徛起来洗骹。这时阵耶稣徛起来，将伊的外衫脱起来，摕一条手巾束伫这伊的腰的部分，然后倒水伫盆内。替每一个门徒洗骹，佮用这手巾仔将伊拭落干。咱看耶稣这个动作，这个服侍，就是第二里路了。伊这款谦卑的服侍，留落一个真好的模样。这原本的是，毋是伊应该爱做的。耶稣是上界尊贵的老师呢，伊无应该做这款卑微的工作，但是伊却替伊的学生洗骹。洗骹的模样，就是。毋是义务，毋是本分，是一种牺牲，是一种奉献。咱看后来，耶稣基督定十字架，十字架是啥物人爱定的？是犯罪人爱定的。耶稣无犯罪，照伊的本分，照伊的义务，伊无应该被定十字架。但是伊为着赎回咱众人的罪，担当咱众人的罪，伊替咱所有的罪人定十字架。这就是一种牺牲，就是一种奉献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咱生命中间每一件代志拢是为尽本分，咱活了真痛苦，咱的生命变作可惜无聊。但是如果咱也愿意伫每一件代志顶面，佮加上一寡爱、一寡疼，咱咧做这代志的时阵，咱就充满动力，自然而然会加一寡牺牲奉献。检查是牺牲奉献，但是嘛充满喜乐。咱伫教会中间的服侍嘛是安尼，咱的中级每一个中级拢无领教会互伊的谢礼，但是礼拜日因爱来到这个所在服侍。咱所有的中级拢毋是游手好闲的，无代志通做。因平常时拢爱工作，拢爱伫伊工作场所顶面尽力着磨。但是礼拜日因来到教会服侍。这是一种牺牲奉献，因原本底无义务爱安尼做，但是受上帝呼召，受大家委托，因着做这款的服侍。咱等有一寡信徒委员爱就任，这信徒委员因原本底伊嘛无领谢礼，但是因的服侍拢是心甘情愿，拢是一种牺牲，是一种奉献。所以牧师伫我服侍第一天。开始，我就做一个决定。有人咧问讲，牧师即马周休2日吼，你是休倒一天？我来讲，我休礼拜日。礼拜日因为所有的中级拢是安尼做，礼拜日是来义务服侍，礼拜日牧师嘛是来服侍上帝。所以牧师爱大家真实理解。如果尽本分，这是第一里路。愿意牺牲奉献，这才是第二里路。咱愿意为主耶稣基督，愿意为着别人加做一寡，就带来真大影响。咱本身这款的奉献嘛是充满喜乐，就是哪服侍会哪甘甜。第二项，咱爱明白就是，咱爱理解，
第一里路甲第二里路身份是无共款。咱咧行第一里路甲行第二里路，迄个身份是无共款。第一里路咱是受强迫的嘛，咱是无奈嘛，法律规定的嘛，所以行第一里路的时阵，咱是奴才。但是当你愿意行入第二里路的时阵，这个时阵你身份改变，你是自由甘愿的，你的身份就对奴才变作主人。这两个中间有真大的改变，真大的无共款。因为法律无规定爱行第二里路，咱家己愿意做这个决定，虽然是自由的。像兄弟姊妹，咱生命中间无论做什么款的代志，如果若被逼的，咱家己无法度控制，出于无奈，咱就将对这件代志的奴才。如果咱若心甘情愿，咱就将做这件代志的主人，咱就是自由的。这款的心态绝对无共款。咱知有的学生去学校上课，是无奈啊，是被逼的啊，无法度啊。老爸老母老师要求我爱上课，所以伊去就是不时咧看手表，看当时要下课10分钟暂时自由，若下晡5点放学了，我完全自由。第二天才去做奴才，所以你看伊读册敢会真艰苦。真艰苦嘛！有人去上班，伊将工作当作一种趁食的职业，是为着要生活。其实对这个工作嘛无兴趣，做工作若无做，阁袂使，因为无做就无饭通食，所以不得不做。所以这款人咧上班的时阵，嘛真艰苦，伫咧趁候下班，时间拢过了真慢呢。因为伊是咧做奴才，所以无论你若去做学生，还是讲你是上班族，你用这款心态咧服侍，你当然是真艰苦。但是咱转换一寡心情，转换咱的观念，咱互咱这个款的工作，还是讲读册，变做一种无共款的心态。咱若去学校读册的时阵，我想讲，我会当透过这个学习，互我的生命更加成长。我当透过得到这学问，我将来有能力去服侍别人，这款学习就是快乐的。如果你若去上班的时候，你若想讲我若好好来工作，我会当互别人得到利益，我好好来工作，打拼工作，咱的公司若成长，我本身嘛得到帮助。你就享受伫这工作的幸福中间。所以这款的心态是无共款，相款的道理嘛运用伫听的行动甲服侍顶面。牧师对去年开始就分享《爱的真谛》系列，你敢知影我讲几讲？毋知对无？毋知，因为我发觉讲，咱若毋知拜托去订迄个咱去年的迄个讲道集的核定本，因为迄销路足歹，无订几本，大家去摕过来复习一下，牧师讲真侪讲，这听的主题。如果你若感觉讲这信息是重大，心肝一定讲想牧师安尼我听了有够忝的，听了有够辛苦的，安尼就是表示你搁行伫第一里路顶面，因为你知影讲这是上帝的心意嘛，这是上帝的话嘛，但是要行起来足困难的，你行伫第一里路顶面。如果你若心态调整过来，将来自上帝的话当作是互咱生命进步的一个原动力，咱心甘乐意来回应，安尼咱就无停留伫第一里路，咱就进入第二里路，咱就自由啊！咱会当自由自在来服侍，无任何困难。牧师过去伫大专中心咧服侍的时阵，住伫大专中心内底，大专中心有一个宿舍，所有来到这宿舍的学生，拢爱照宿舍的规定。爱参加早祷，爱参加暗祷，而且每一项拢分配一个摒扫的区域，打扫的区域，爱负责这个清洁的工作。这就是甲因要入来住进前就约束好的，因为学生中心提供的宿舍，费用较低，但是爱要求学生爱做这款的代志。伫遐我就看到真侪无共款的学生的态度，有的就应付啦。应付，爱伊摒扫的所在，凊彩摒。
但是我嘛看到真侪学生真主动，毋是简单摒扫家己的环境尔，伊阁会去看到欠缺所在，伊阁起来摒扫。啊，根据我的观察，这主动自发、较积极的学生，伊毕业了后，毋简单，伊伫工作会有发展顺利，伫社会、伫教会服侍拢真有贡献。啊，为什么学生中心爱做这款的要求？因为这毋是学生中心的宿舍，毋是一个旅馆啊，伊是一个训练基督徒领袖的所在，所以爱有这款的训练。如果人接受这款的训练，调整家己的心态，伊的生命就袂永远伫第一里路，伊的生命就行入第二里路，愿意自由自在、欢喜甘愿来服侍。这款的人生态度，带互伊真大真大的祝福。第三项，牧师要甲大家分享。第一里路甲第二里路，因所带来效果是无同款的。咱咧行第一里路的时阵，咱心中可能充满了埋怨，感觉家己真衰，感觉家己真委屈，感觉对方真可恶，做想要让对方疼才落腹，讲若互我有机会吼，我一定来你报仇，我一定来你这对敌除掉。开始咧行的时候可能是安尼，但是行第一里路，互咱做一个操练，就是咱咧行的过程中间，如果你若会当调整你的心态，用听来战胜本性中间的欠缺、软弱。当第一路行了了，你欢喜行入第二里路的时阵，安尼你就得胜了，你就赢过家己，赢过本身迄个软弱的家己。用听已经战胜你本心中间迄款对别人的怨恨，咱就当喜乐行入第二里路。当你咧行第二里路的时阵，这时阵伊效果无共款。这时阵吼，迄个挣扎变做迄个迫害你的人，伊的心中开始挣扎，伊开始有一寡变化。伊可能会想讲：呀，我今仔是拄着啥物人啊？世间敢有遐尼好的代志？照法律啊，这个人都歹重担，歹一里路就好。啊，竟然我拄着一个空的，啊无拄着一个小的，竟然要叫歹一里路，为我加歹一里路。啊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安尼做？这个人为什么无埋怨？这个人为什么无怨恨我？所以伫行第二里路的路上吼，这听的行动的规律，伫这迫害咱的人心中开始作用。可能当第二里路行了，你发觉讲，你原本伫行第一里路开始的时阵，想要消灭的对敌，可能已经无去啊。你加一个朋友，这就是听的行动所带来快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咧讲这个听的系列的信息的时阵，我一直咧强调，听有真大真大的快乐。因为听比怨恨更较有快乐，会当消灭对敌。咱常常用怨恨要去消灭对敌，但是你也知影，当你将这对敌杀死了，伊的朋友、伊的亲人、伊的囡仔，有一天来报仇，你每一天拢提心吊胆。但是当你愿意用听的行动去听这个人的时阵，你发觉。检查咱有机会来变化伊家己，变化这个人，消除这个对敌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毋知影你内心敢是有存在着，依然有存在着一寡怨恨。可能过去有一寡人得罪你，也未得到你的原谅；可能有一寡人伤害你，伊也无愿意认错。可能也有一寡人压迫你，强迫你行一里路。可能这个人是你上界亲密的人，但是牧师要大家，互大家知影，今仔这个信息要互你对这个控制中间被逃放出来。你只要伫这个时刻做一个决定，无搁再用阮迄个怨恨来控制你。耶稣基督的教训进入咱的心中的时阵，会带来一个大的快乐。伊会互你有智慧，互你有
加倍疼心，有能力进入第二里路。牧师要为大家来祈祷，咱将咱的目睭闭起来。咱的生活中间可能有一寡人得罪咱，你也在万分中间，有一寡无赦免，困住咱的性命，咱感觉真无快乐。这时刻，我确实圣心要运行在咱的中间，要互你得到讨帮。如果你需要牧师替你祈祷，你让将你的手举起来，举了你让放落来，上帝有看见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你的听是大有气力，你的话是大有气力，是活泼，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生命。主，阮恳求你的话，就伫阮的心中动工，互阮得到极其大的气力。阮会当用听去赦免遐得罪阮的人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甲阮三甲伫地，特别是拄则伫你的面前举起手遮兄弟姊妹，主你用十足的信心甲听充满因，互因会当有智慧去思考，要用什么款听的行动去甲迫害因的人和解。也透过安尼，阮的心中的重担要放落，我们要得到讨帮，得到自由。求主帮助阮，互你的话伫阮的中间动工，保守看顾阮，也找紧圣神伫阮的心中做工，互阮真真正正成做一个自由、甘心乐意服侍的人。阮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